一切尽，万境如，有无？伊就甲回归了一切倒转来。第二节甲你分体用合一了后，伊甲你讲实体，甲你讲，你要找到无上菩提，伊离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，空不离有，有不离空，离开拢总是两边法，都是两边法。那个空有不二，才能够断慢受空不二心入境。受空不二成空天。行空不二关注在四空不二才能见如来，都是不二你会记住。咱看大乘经典你会记住，你唔通去讲法都死，这点要了解。这空有不二一定要看出来，无看出来内底当中，你法一定讲明白。你嘛讲袂着重点，所以咱一切一切尽，万境自如如，你离迄个念念自见，万法无伫了后，伊实体造出的一切一切尽，万境自如如，千工有水是千工法，万里无云是万里天，是毋是安尼？对对，对一切。千工有水，千工法。是啥物啊？迄个尾是质量印下来，有千两尾有无？是因为伫质量一切，一切来归啊质量。万里无云是万里天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因为伊的内底当中，就是影射着对咱个自性中内底当中，变成一切都归于咱家己，归了一。所以一切尽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即是真心，如如之心即是真心，迄个如心即是真心。咱知影佛理大乘经典，拢用这个如来做代表，拢用如来做代表。所以呢，《金刚经》的第四分的内底当中，最后一句话，佛教师傅提讲，但菩萨。但菩萨应如所告诸，因为伊即句话，你这个菩萨你袂使离开这个如你菩萨离开这个如，这个如若要甲讲起来，这个叫做，这个会使讲叫做佛道。不心如会使叫做不心如不是不心嘛，佛就是如嘛，无执着就是如嘛，无执着就是如嘛，无执着就是清净嘛，有执着就是烦恼嘛，有执着就是是非嘛，无执着就是烦恼嘛，是毋是叫做如嘛？但是你这个菩萨，你听啦，应如，爱应这个如。用这个如用这个如来甲你告诸，就是安诸。用这个如，你这个菩萨爱以这个如做主体来安住你这心。我就安怎讲？你金刚经第二分安怎讲？说白了冇咩问题。永远显然做显露理法，安得了什么的心？温而应付，顿而好其心。我要安住这个心，免好这个心。或者各位啊讲，你顶白条阿弥说，若有显然做显露理法，安得了什么的心？应如是诸，是毋是安尼？如是好其心，是毋是咧讲这个？应如是诸。应如是好其心，这个物，因这个如，该说叫清净无量，这个如叫清净无量，清净无染，这个如叫做清净无量。如清净无量就是佛心嘛，如清净无量就是佛心嘛。这个佛心就是代表光明嘛，无量就代表光明嘛，光明嘛。光明就无黑暗嘛，是安怎？你今仔日有执着，就是代表你今仔日的心无光明，有
有黑暗无烦恼嘛，主就是代表烦恼嘛，你主就是烦恼嘛。我今日一个物件放伫遐，按自条可能会做烦恼，但是因为安尼讲，你叫自条放袂开，因为你今日个就是自条，但是伊甲你讲哦，应如是主，应如是行嘛，其实后壁都是有应。